放火烧山，佮动人拍火。我5岁时阵，住伫英国上北边的阿南区山顶尾溜，真不幸去拄到一摆真恐怖的火烧山经验。如今回想到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寡人性真实的反应，佮看到咱最近发生伫立法院奇怪的举动，实在爱偷愧。甲写出来提醒咱证人，某政党过去屠杀咱母语阴谋的行为是万恶的罪亏。特别火烧山迄天早起时，我的爸母拢出门做事趁食，敢若剩我甲2个才1岁、3岁的小妹，互年母咧顾。下晡时，代志就发生啊！阮家草厝后尾山顶尾溜传来哔哔哔哔的火烧声，火势为山峦顶的山岭烧落来。厝边隔壁拢赶紧走出来，伫厝后拍火咯，较袂互火行对厝间来。迄当时，年母袂输甲我当作大汉囡仔，叫我紧入去斗搬家具出来。精势是真紧张，我对伊撞入去。毋过，我干那要紧要搬平常时咧耍的鱼骨头啊，甲放伫顶柜的笋菇、苋啊、千拖啊尔。一摸起来，随后年母动咧，讲我搬迄无路用，我才紧放落来，佮空手对伊撞出去，安尼重复来去，毋知影到第几摆啊！我要是坚持要救我的囡仔搬出来，上尾年母才互我甲因捧出来。事后，年母一直质疑我拢袂晓斗搬家具，毋过我家己一点仔都无后悔，因为要救囡仔搬是我足直接的反应。经过这款人生的经验，我才理解是安怎英国拍火牛眼内底迄只鸟啊，甲5岁囡仔时阵的我会有差不多的行为。故事是讲，哪来火烧山，动物仔拢互火炸咧。走袂出去，敢若因果有10个会伫飞出去，毋过因果煞无远走他乡，颠倒飞去溪仔边，甲10个稳落淡淡，佮飞转去哪来，甲身躯顶几滴仔水咻落去，要来拍火。伊来来去去，几若百抓拢无休困，无放弃要救伊的动物朋友。咱搁较戆的人嘛知影，这是打山屯海了戆工。火烧孤寮全无望，想袂到因果的行为感动天神，一个手用开线，一几个啊，大火就化去啊！真实的凡间社会，当然袂有天神会替咱拍火来救母语。咱民间有志配合文化部，催生一部国家语言发展法的草案，经过足侪场公听会，也通过立法院委员会的初审。准备要来完成三读，互咱抢救母语有正式的法源。无记误，国民党所用议事规则，讲要当法案1个月来协商。咱敢毋知几若10年前，就是伊夭寿放火来修咱的母语山。但国家语言发展法，就亲像天神的迄支开线，当要大力下落去抢救。当初是行业放火的迄支魔手。竟然甲开线抢过来夹条条，讲爱承担1个月，这敢毋是调工硬互法案超过这个会期的时程，叫咱看伊的起毛质敢会死不灵样无？刷落去才会使看伊目色去拍母语山的大火，真正是毋知悔改的母语杀手，互人害头兼化无救的凶手啦！阻挡各族群母语的恢复。也就是要灭咱族群的文化，除了会使用选票甲因教示，我要用咱族群正文明的手路，写4句联套72啊条的状元楼，唱兼唱互恁听。国家语言黑白当，民怨士气会俩讲。当义哩破无适当，倒代写做鬼祖宗。